永年先生翠，穷心先生做天国，好哟妙啊！我看他路边好子龙戏水，早日子不等生，不管是财毛上学是张生，武将修营配婚姻。他把声音挂起来。王爷兄，现在今年几岁了？我儿18岁。哦，不知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。小弟有一言难以启齿。你我私欲相交，不妨择夜相告。小弟年已半把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许日，欲配于琳琅为妻，不知年兄意下是何？向我家道请我，岂管高攀呐！年兄谦虚了，是故家女则家婿，琳琅平越见越，甚家婿，年兄不必太强。既蒙年兄弟，小弟管不聪明，至于平静吗？平静哦，就以此恋为凭，外婿没真。你我一言为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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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儿啦，快来拜见岳父他人。岳父在上，小婿拜见。也许怕了，固定。四儿，快来见过妹婿。是，见过妹婿，俊秀。故地小着家有要事告知了。四儿，既有要事，那你就快回去吧。是。宋俊秀，哼！王爷兄，你有几位亲家，你给改变称呼为谁是啊？改成亲家了。亲翁，亲家，亲翁，亲家。哎呀，夫人呐！哎呀，夫人呐！李年兄已向他的千金小姐许配我儿，你要改变称呼了啊！哎呀，可是要给这个亲家公、亲家母嘞。阿玲啊，那快去拜过岳母。岳母在上，小婿拜见罢了。哦，亲家，儿当拜的酒宴，亲家请。便靠我出夫妻，我亦能做。哎呀，顾公子在上，老身有礼。沈马婆，呀，生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有一表妹名叫李秀英，我早就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故地竟叫她许王岳之子黄玉玲。请你再来想个办法，我定要把表妹得了回来。哎呀，顾
顾公子啊，想那里父千金，接着就要出嫁，老身我还是不让你，这桩事啊，有些为难哦。这种事，难道你生马步我还没有办法吗？哎呀，办法嘛，倒是有个。自生之后，怀孕重伤。哎呀，顾公子来。什么？原来是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自，想顾文玉那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
肉做啊？不如表兄之面，是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义厚，又以钟情一片深情长为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妹恩爱共结把手。哪料是非是元年命令配乱罪，我在家当王家岂肯得心放去？若做一只两报秀婴儿，但是因今夜难得三方所为，自己莫有为能举身，立志秀英连征八百，连成爸爸。好情，好情我知道他是平平我的名门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，脸上书啊脸上书，王位上书少家家，王门清德有名声，我令神穷志不断，这几次大荣真能神我啥与他去争吵，这就是说呀锁门定啊，那不知当先禀告爹娘下，爹娘心
自从我阿玲讨进媳妇，哎呦，老太婆是越想越开心了。俺个媳妇姑娘是有才有貌，有道有理。进门的辰光是十里红妆，就是连俺老爷的官运也来在了。现在俺亲家公金口一开，俺个老爷上京做官去在，哎呦，老大不想想是多少个开心了。刚刚过去的好像是我新媳妇房里的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来来来来。参见老夫人。好，上队。丞相啊，老夫人倒要问问侬噻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小姐对姑爷好伐？小姐对姑爷嘛，当然好的喽。那么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对小姐嘛，那，这个丫头吞吐吐，阴阳怪气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拨弄是非，要是姑爷对小姐嘛，可是不上好呢。什么人好？跟哪个啦？自从生婚以来，姑爷他我没有上过6年。哦哟，听丞相来东讲，伊拉小夫妻两家头还没同过房吗？阿玲啊，侬真正了昏头在了。丞相，等我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我是不管去的了。侬为啥不去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去请他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到书房去请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哦，这伊还要打侬啊？这个小畜生，这变得介凶啊！好个，让我自家去叫伊。阿玲，儿拜见母亲。阿玲啊，侬辣辣书房里向做啥啦？儿在书房没读书啊。阿玲啊，根本夜里读书，夜里读啥个书啦？去，到新房间去。不去。为啥不去啊？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读昏侬个头！母亲去，到新房间去。不去。侬是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哎呦，这倒是真的不去嘛！丞相啊，等我带伊拖得去啊！不。哦哟，辣辣娘个面前话这样子凶啊！好个，今朝看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啊，老夫人开口侬动手，等我带伊拖得去啊！母亲是不得的。母亲。小姐，老夫人与姑爷上哪来了？哎呀，媳妇姑娘，媳妇拜见婆婆。媳妇姑娘上嘴。官人。哎呀，阿玲啊，侬看媳妇姑娘多少个懂道理了，那快上去接过礼。媳妇姑娘啊，阿玲是个死到头不懂道理的啊，有啥个事情困在阿婆的面子上向，不要动气啊。辰光不早了，阿婆要下去困觉去了。媳妇送婆婆。发生，坐等啊，坐等。那做啥？儿送母亲。哎呦，不要侬送，侬叫我坐等。母亲，这个小畜生，这都比我跑了还快了。
待我关这个门。哎，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让手啊！这个小畜生倒是提醒我在了啊！伊叫我不要上手啊，我偏偏答应手动。今朝小夫妻两家头一定会得和睦同在，老太婆要下去困觉去了。母亲，娘啊！娘亲不知儿辛苦，儿要念命难成。此日一代传承完，离王两家断金川。是今日弟弟到京城去，无人阻止我难出头。我虽有千般委屈相随诉，也只有万般怨压心头。后来过来呀，姑爷，那本书了是。家有言情不少故，小子言生值得读。别人家鸳鸯结局心欢喜，我若令娶妻不正锁门啊定。他家长真经一帮书，我面对前人受生气，倒不是上天将他分，何必与他多是非？要紧牙关不理他。
待我修营，离不醉在那婆面前，失了礼。莫非是丞相一女来充场？杀得你官人生怒气。我以为上述还在说家训，恰明外来官儿与我把头疼，是怎么我都心上太可恨，快来找光明证据去说女再配呀婚。上在，小姑娘，那娘有书信来着，侬倒拆开来看看。伯伯，书信你该请官人查看。哦哟，到底是尚书府的千金啊，可清清楚楚都懂道理了哎。阿玲啊，那有没有书信来着？侬倒拆开来看看。孩儿不要哭。哦哟，做娘的不能读出几年书，侬得我来了娘的面前把起架子来着，侬罚款算账，我会得叫媳妇姑娘去看我。哎，媳妇姑娘，
阿玲不管，侬自家看好东西，有啥个事情阿婆做主，侬看。是。伯伯心中别无他事，只因今日乃是媳妇满月之际，我母亲要我与官人同去迎接。哎呀，老太婆真是混头子了！阿玲啊，媳妇大娘到里面换换衣裳，坐轿子马上动身。是不去？为啥不去了？手中没有孙子，不去。这丞相到房中把丞相水拿来。搿到死人的孙子倒是要紧的。那倒去。孙子最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侬这个龌龊啥了侬哈？介好的一把嫂子，把侬插得来，把马分碎了。侬不去啊？侬不去算账？我会得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侬不去，媳妇大娘，我一个人回去好噻啊！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啊！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啊，那娘只有侬那个宝贝阿囡，跟侬不回去，搿伊要不放心的。好，阿婆做主，侬回去，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噻啊！谁滚！哎呦，这个屋里有侬当家在了啊！轮不着侬做主，侬叫媳妇大娘不要回去啊！跟我偏偏叫伊回去。媳妇大娘不要紧哦，阿婆做主，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噻，不要紧的。好呀，妻子，这些人为做娘家分明是有一三心。哎呀，这。于理。夫
儿啊，为娘心中写得明白，要你们夫妻同来，为何不见言许？夫人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未闻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未闻去了啊！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对为问安告辞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来坐下，坐下。儿啊，一月不见，你谁度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今日你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已配好酒宴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。丫鬟，宽酒上来，宽酒上来。该同饮几杯，多谢夫人。秀英儿啊，今日我回家来，家上小心花配。母女相见心欢喜，孩儿来饮酒。他为我连带水用双眉，孩儿啊，快饮酒啊！母亲，你让我饮不下。哎，想你在家之时，也能饮上几杯。怎么今日连一杯都不饮？母亲，你让我不想饮酒，不想饮酒。莫非是王家门的不相称，将我儿婚姻来错配？母亲啊，女儿不是冷冷的，娘请你休要多疑猜。莫非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我儿藏许多人美，婆婆待人很恶传，她待女儿似同亲生一般。莫非是为娘败家长年少？我儿脸上扫光彩。母亲啊，女儿家中满忙间，四邻八舍齐赞美。莫非是为娘
没有来看你。从今儿我35日，为娘亲自团圆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，不必。孩儿来，迎接。是隐隐相随不分开。老夫人开身不好，夫人，老夫人开身十分好。那么我愿意和你谈什么一壶既然是此，那小姐的脸容为何是此消瘦呢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的缘故。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。母亲，孩儿，今日你回到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多是几日，一切由为娘亲自照料，你也该好好养息身子。是。孩儿，今晚就与为娘同谈，我要与你谈谈家常呢。母亲，好啊，启禀父臣，故爷有书信一封，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也许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查书观看。我要你冤家去，冤家为不许60毛天命。是那今日不回来，你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孩儿啊，也许书信到来，为了后事啊。母亲，官人来信非别。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死亡。官人读书要我作伴，故而叫女儿吗？谁叫委屈？哎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
待为娘收束一封，叫延续前来同时，也就是了。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嫁到王家，只有一月，难道谁只与你婆家，没与我娘家了么？娘。人才家我等，我父亲同作伴，送堂弟从我称他的心。要谁叫委屈的讨厌？娘，你啊，为娘子留你是一家，明着我一早送儿转家门，母亲。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说一小命？怎么？为娘我留你一小都留不是了？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只恐父亲受。什么？为娘我留你一小，就要害你父亲受？此次下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倘若为娘今日拼死在场上，难道你我要委屈不成吗？母亲，
让我亲生啊娘。知道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家后，娘在家中人亲啊亲，好容易盼到我儿满月归，指望从军母女呀情。谁知你代代丈夫日子好，代代为娘人生病。我留你乡多虑不是啊，叫娘痛心不痛心。娘啊娘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。我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委屈我，要委屈。小弟，我们不要委屈了。丞相，
小姐，是。好，你要委屈，你就委屈吧。母亲，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当初不养，你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请上，女儿拜别。叫侬同三五大娘一道为娘家去，侬不去，不去就算在。为啥下信叫伊回来？搿伊回来，侬又不肯上楼，搿到底是为啥？母亲，来啦，不要动。丞相，丞相。老夫人，丞相啊，告诉小姐，姑爷来在啊。娘亲，来，
见父公。哎呀，小姑娘起来起来，小姑娘，小姑娘呀，今朝回到娘家，一路辛苦了啊，也好早点歇歇，阿婆要下去困觉去了啊。师傅送不？发送，坐等坐等啊。阿丽。等我关这个门。哎呦，这个丞相了，那里想嘎恰嘎巴做啥？嘘，嘘。老夫人，丞相，弄了那里想嘎恰嘎巴做啥？我要服侍小姐。还不是小姐哦。上次姑爷上楼，侬还有得了那房间里向了。哦哟，丞相哎，搿姑爷没有小姐了，这个，那，侬到侬自家小房间里向，哎呦，去困觉去困觉去困觉。哦，去。我到伊拉小夫妻两家头为啥不和睦？原来这个毛病啦出了丞相的身了。等我关这个门。上这个书。哎，阿玲啊，阿玲，做娘的辛辛苦苦把侬讨子一房媳妇，总指望嘛小夫妻两家头恩恩爱爱和和睦睦。搿子一年生了个儿子，老太婆是抱起个孙子，啥个一昂都没上家头，搿人家陈老太太困觉着。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侬手里抱着是啥人啊？那我阿玲个儿子，老太婆个孙子啦！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侬真是好福气啦！哪个孙子头皮圆圆，鼻中状元啦！哎呦，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啦！个小畜生，个儿子不生么，个囡儿要养一个咯。老太婆是抱起个男生，啥个抖啊抖，抖啊抖，一抖到么下家头，人家又困觉着。王老夫人哎，侬手里抱着是啥人啊？那我阿玲个囡，老太婆个囡孙啦！哎呦，王老夫人，侬啊真是好福气啦！这就先开花嘛后结子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哎呦，老太婆想抱孙子想昏头子，哎呦，伊拉两家头往么东姑房啥地方来抱个孙子了？哎，我少讲下去困觉去了。一封情书将他给，谁知他冤家去又冤家回，打死我流难流泪太难配。
先生啊，先生，像你这种水性杨花女，与我面目到王家来，今夜在人来定路，坐等天明下楼呀何如一旁归我，我自从嫁到王家越多，正好比看见王有心里。我们夫妻从此苦闷，谁知他怒气冲冲报世俗，他是否离不睬他身上的三朵丹果，他今夜岂非要人能？我啥时叫他去安亲？那冤家是定不结好意。
万金。要是他受了风，生了病，叫谁是无能爱心。病子见我将罪身，吓得我不管去定身。像秀英病的带出他为我救将严重病，像他这种负心怀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愿家是安睡。
那冤家虽死不离，那婆婆对我总是不错。冤家他望个事事理不明，那婆婆她对我像情深，更何况王门里他来定制，咱东外了官人，要祭祀了婆婆老大神。万事情与他给，想起往事心儿恨，想心是从家到王家，也想离你这道并无过错。谁知道是冤家，他无缘无故地竟将我当作谁生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有自己，你给为做娘家母女断续。谁知道是冤家，他不知玩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归，害得我母女痛苦而病。冤家呀冤家，这世界上哪有你？你这样不通心里呀，我的娘爱我是珍宝，冤家他当我像路边草，他既这样对待我生病这冤家他懂一笑，我万事将一散，龙
家之事，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她说道：到了王家要小声公布，谨从上父。想今日天气寒冷，我才不与他给意，他为傍身之孝，定要骂我虚应离异不忠，我要管我父母养育不敬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我是好啊，娘啊，南京南开我李秀英，今日叫我是我好。娘啊娘啊，曾记得那是弟弟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来细心啊报，说到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十月令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；十月令貌也好，他这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但抓东王花中，早日压倒。谁知道啊，我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之仇情义少，我是出娘胎18载呀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啊！天啊，还是我爹娘初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听得小泪当司机，今晚家闻声转对他人爱人啊，我咋不将衣衫给他，是我所等到天明。家呀，你才没有夫妻情，我心
的秀英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生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的，是为请我给的，给得好，上来与我。官生，哎呀，你好的新人你将女人衣裳给我穿，爱我一世功名不人居呀，我不当是前人岂难想。昨如一棒等天亮，媳妇见他生完人，将衣衫盖在他身上。谁知他不仅好一番动怒，他又是骂来又是啊他。我啊，媳妇做错了什么？亲家母，亲家母啊，今朝是啥个风得侬吹过来着呀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啊，好，我去喊你出来啊！丞相，丞相，快点去小姐下来啊！媳妇大娘，拜见伯伯。那娘来着，快上去接过礼哦。拜见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为何不见言师？来了，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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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玲，阿玲，母亲不知。那有母来了，快上去接过礼。伯母，小畜生！我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称我一声岳母，难道还怕我谁当不起吗？好给为上四夫人出口伤人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小畜生！我女儿嫁到王家，与我过错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，不能见人死情啊！
你尽管当着我的面骂他，非但要骂，当有妨。你孩儿啊，过来。母亲，阿丽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。小英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随王玉玲4次领送，今日被为娘亲言诉尽，好不叫娘痛心。儿啊，王子才为娘委屈吧。母亲，女儿啥是谁娘委屈？倘被旁人知晓，你叫女儿啥回事哦，主人。既然如此，为娘我死于道理，丞相，你要好好服侍小姐，当家。母亲，母亲，孩儿，你既不愿再为娘委屈，为我又要跪地不起你。女儿跪送母亲。待为娘写书一封，叫您弟弟回来，与那畜生评理。母亲，弟弟好好随进为官，你千万不要惊动不好惊动我，不好惊动我。既算是此，为娘我死于道理。孩儿，母亲，起来，回去吧。母亲，与我紧紧在朝野，花马加鞭，八路
可笑，一问人家弄得来彻底八道了。李大人到。他姐。家公啊，请来接礼，有礼，请坐。说，不知道亲家公驾到，有什么人王法接挂啊？唤我女儿出来。哦，来了。丞相，快点去小弟屋了。小姑娘，拜见伯伯。小姑娘，那也来着，快上去接过礼哦。拜见弟弟。哦，儿啊，怕了。为何不见也是？哦，来了！阿玲，母亲无事了。那有无来了？快上去接过礼。儿子有道理。侬有道理，那娘不要跟道气噻。拜见伯父。口称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玉玲。好一个王玉玲！只因我当初爱你甚茂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出嫁之日，备家早年8人钱粮，2天300万，10里红枣，还能替你家修造王屋。这样后代于你，难道连一声岳父都叫不得？为官之人谦让道断，岂必好事？小畜生！今天你必须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不能，你竟待女委屈。待女委屈？难道我还养他不顾老吗？满这是养他过劳，这是凌驾傲慢，我王玉玲绝不依议。我先修书过来，待我写来。慢慢叫，主娘个没开口，侬管动快。小女乃是上诉千金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抬就抬？今天你还出道理便罢，甚至还不清道理，呵呵，我岂能饶你？你自去，快来！秀英，你过来。你尽管做到这是上父爬说之日，快进！亲家公，为官之人阿知三从四德，岂有不孝？在家送你出家，送
恰有嘞，侬将我说那，俺媳妇大娘嫁到我王家是有道有理嘛，有规有矩，就是有事做错，也是穿人王家，霸人王家，人不得弄当，人不得弄杀。弟弟呀，弟弟呀，下我秀英自从嫁到王家，受尽王月令4次的凌辱，只望弟弟回来能替女儿伸冤结仇。谁知弟弟你开口说嘛，举剑就杀。弟弟呀弟弟，你也不至于好事做错，你总该死个明白，你还是有事也要死得过你死去快来！媳妇大娘，这个啥东西啦？伯伯，这是一封情书啊，情书啊！媳妇大娘啊，我还有得写过了。媳妇冤枉啊！哎呦，你们搿桩事体哪个弄得清爽呢？老夫人是真是假，可以对过别罪。哎，对个，丞相啊，快去到纸笔研墨来。亲家公啊，好得别这个，好得别这个，老七伯呀，搿份情书搿别字，啥个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伯伯，哎，老太婆快快，倒是不懂了嘛。亲家公啊，侬快快，到底懂不懂？玉玲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是上了人家的圈套了。其数字假，难道不牛做也是假的不成？丞相，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？老爷冤枉冤枉！丞相啊，侬胆子放大，有老夫人当在，有啥个闲话，啥个啰讲出来。老夫人，小弟错过那天，我明明看见白牛庄放在书上呢，我也不知道这是白牛庄成为了公园手里的。阿丽，侬搿只肉庄是啥地方来的？母亲，那天化作此言，儿在房门口拾得的。房门口拾得的，搿倒奇怪，搿门是我关的。丞相，那天房里还有啥人啊？万一沈美部，来呀，找那沈美部到此，不得越后。见过大老爷。沈美部，我来问你，你可认识这只玉簪和这封书信吗？哎，老身不知情，哎，不知情。哼，我问你认识不认识，并未问你知情不知情。这只玉簪，哎，老身认识的，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吗？哎，老身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哦，大胆沈美部，一封平常书信，你为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。万官是不知情，我看你不当不走，来呀，送上死人！哎呀，大老爷，这都是国王有功出的旨意呀！国王因他看中李家小姐，不想老爷竟将小姐许配给王公子，因此他怀恨在
心，将我推到小姐的病院中，对着心梦之中，有一让王公之日的，好出生这一代姻缘。弄这个黑阴精啊侬！来呀，将沈美姑带了下去。哎呀，大老爷走！哎呀，走！老公。秀英，孩呀，你本是离家分族，抢走了皇家草，为吾心中四道家。我儿啥有啥无端，闹儿老心虚，一单跑，一单跑，要不，是，哎呀嘞，老弟，娘子，你好多呀！谁无度娘？来呀，当道为父，要不，这个辰光，娘王门侬不讲么，寺门侬不想。到今朝，一问人家弄得来七天八到了，侬再来叫娘啊，来不及了。母亲，我好悔呀！好悔，侬有的悔了侬。母亲，娘。当初不听娘教训，竟做了不仁不义人。娘啊娘，修行啥有上无端啊，你叫儿真做人，拜望娘亲来做主。从今儿娘的言语我句句听，母亲。从今儿听娘的喊话，起来。多谢母亲。阿玲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光快上京就取功名，杀得一官半职，那有面前也有个交代，谁无面前赔个礼，或许夫妻和睦。娘要侬上京，侬去不去啊？儿遵命。搿么好啊，到里面换换衣裳，坐轿子，快点动身啊！是。母亲。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
我晓得个，侬放心的去吧。哦，不要紧，快去吧。这桩事情，这多怪阿玲们，哎呀，是怪不得的呀。亲家，今朝我阿玲得中头名状元，一来托亲家之福，再二来嘛。也是我三夫大娘的福气哟！大家之福，大家之大家福，大家福。我领金库中上元，八本救命在红原，两家增长堂上坐，为什么不见娘子女在家？母亲啊，娘子的病体可痊愈，快望母亲去问根女。我快侬啊，是来不及走。母亲，亲家母啊，跟哪个不进我三夫大娘啊？带我唤他出来。哎，好。丞相，哎，好唤小姐出堂，一听小弟来了。放银台笑脸，把过去之事化云烟。见堂上两家阵仗上兵送。儿啊，一旁困守是娘子。我见娘子心欢喜，娘子见我生怒气，抬头再看我眼睛，但见她背朝东来。年少心，堂上大人把我下眼看，须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，怪我当初做事错。
何与秀英虽是夫妻，却比人生苦烈烈。他还是一位千金小姐，我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啊，小姐，小生之想有理了。呀！我真不懂，想我就令今朝的中对面上院，他不是上院夫人了吗？我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，对啊！夫人下官之想有理了。夫人，我的夫人啊，传奇修养将我愿，且听岳灵来相劝。当初迎娶你到我府，我本是新婚姻儿情两愿，独自为朋友设计言里，家道尽数推牛转，身心差散我父亲，爱得你我化作枝叶不团圆。今日到集中大路，他用尽心机望传，是今日眉目下有风有事，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。夫人啊，过去此事你莫再提。夫人，你快入官高来进红官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多思多想多心酸。怪爹娘错心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自古不信不义不心怀。我也曾好声好气好言问啊，你却是恶言恶语恶得快。你不该不声不响不理睬，你为什么要满是满心爱牛拉转？我自边受苦受愁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官。既然你是他父他归的他上院，你就该区区一个美的美貌是美算娟。
去送红花，要不何事？期待多谢岳父。残在一旁，是秀姨儿啊，弟你莫见先人，莫见冤，且听为父言相劝。先犯岳林为求你，难为他今日认错心转。你管他龙门高挑得亏色，平地成来我心欢。你就该与他夫妻共团圆。小婴儿啊，你曾是忘恩结不还，小生弟弟听分冤，经过里子路远，家中只是你，不孝到娘亲面前去问况。那一日庭前把婚台，气得弟弟滚长团，此情此景在眼前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潼关。女儿是话相见传，什么我欲去难相劝。他受过岳林千般苦，难怪女儿把我怨。也许啊，要送潼关，你自去送，机遇不见，无不管。舅父，舅父。女儿总听娘的话，娘去劝她，定能为心转。上前恳求老岳母，上元跪地为哪般？大人不见小人过，挽救岳母送潼关。起来，多谢岳母。站在一边。是。秀英，孩儿啊，免得女儿听娘劝，娘子女儿心中怨，要怪奴才过问语，他传统美不气何端，到是今水落石出冤一名，也许是金榜题名中状元，嫌犯你最可金富贵你跨进
来相劝。啊娘啊娘，难道你结伴之日都放外？可记得满月之前回娘家，他比我谁叫儿去谁叫转。可记得娘亲你那日到王家，他尽管岳母不叫把母还。可记得八日你娘也要将儿当，虽说的女儿是福地转，我受过月龄多少气啊！娘啊娘，难道你一点不记怨？并比女儿心肠，此事不要你娘多管，她是国多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冤不长冤。去上船也不用，风光万里望苍云。岳母，岳母，岳母青春气不停，铁打金上全不做，这叫月龄四长。玩具当上两年忙，弟弟父子从前你不断，会将秀英我得看，如今他不肯接梦关，挽救弟弟去向全小畜生，年少无知，大不端，往昔云长读书卷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演得媳妇碎了唇，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就你娘去劝。母亲做啥？娘子不肯接文官，还望母亲陪去劝。阿玲，媳妇大娘爷娘的喊话都不肯听着，阿婆的喊话也是都会听过，做娘的不去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她一定会听的。母亲，不去，去呀！不去，不去呀！不去，当真不去，不去嘛自家不去。别把，母亲不愿去相劝，我总上愿意妄算，却说一声空吉他，我只有退三帮了心娘。阿玲啊，要到啥地方去了？阿玲啊，我要做和尚去。啊！哎呀，
噶好，让我去倒倒煤块。多谢母亲。啥在一边？啊，是。嘿嘿嘿。小姑娘，婆婆，我个心肝宝贝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哦。那么侬自家来说。叫人媳妇我啊给娘，心肝娘哎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。老太婆舍不得那两块肉，媳妇啊，侬尽快快来去哦哦，演得媳妇来听婆婆。阿玲从前得块侬，哪位今朝别再是来认错？侬可以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，西苦的跪的是红啊呼呼。媳妇侬三班不离，一是长远不做要去和尚做，这种就叫也是包啦。侬爷俩媳妇就好结拉姑，亲生婆婆在凤关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为兵年迈老婆婆，何必苦苦相劝啊我？夫妻不是监狱，比喻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，折磨媳妇传宗平安，幸亏你婆婆相救啊我，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过问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月亮方正的夜拉公，不夜都来么两夜冬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对侬总不错。媳妇侬今朝夫妻哟，我一家断句没落花火。媳妇侬啥不肯夫妻哟啊？我个问人家要这个竹林有色要带领，我王家后头要断相和。岂不是衣裳欢喜衣裳空？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人情接婆婆，设下凤冠夫妻媳妇啊，怎么婆婆气都跪下了？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苦情愿一座断肠红红风风，一情愿一座断肠来公啊公啊公，真是我也为个好心拉我，终于为
亲，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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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。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和睦啊？自比浓浓张元贵的气人啦，错！哎呀，母亲，这个乃是天子门生，辛苦饶远，怎可向娘子下跪？有啥个天子门生辛苦上我？要不都轮不上讲着，去不去？西呀，哎呀，母亲，难测度，我虽有千般委屈相随诉，也只有万般怨压心头。过来，过来呀，姑爷。那本书了是姑爷，书来了。家有言情不少户，小子言声值得读。别人家鸳鸯结局心欢喜，我若令娶妻不正锁门啊定。他家长真经一帮说，我面对先生受生气，倒不是上前将他问，何必与他多是非？要紧牙关不理他，我来坐等吉祥。
少在，小姑娘，那娘有书信来着，侬倒拆开来看看。伯伯，书信你该请官人查看。哦哟，
到底是上叔父的千金啊，可清清楚楚都懂道理了哎。阿玲啊，那有没有书信来着？侬到拆开来看看。孩儿不要哭。哦哟，做娘的不能读这几年书，弄得我来了娘的面前把起架子来着。侬不看，侬不看算账，我为了叫媳妇姑娘去看我。哎，媳妇姑娘，阿玲不看，侬自家看好东西，有啥个事情阿婆做主，侬看。是。伯伯心中别无他事，只因今日乃是媳妇满月之际，我母亲要我与官人同去迎接。哎呀，老太婆真是混头子了。阿玲啊，媳妇姑娘到里面换换衣裳，坐轿子马上动身。是不去？为啥不去了？手中没有孙子，不去。这丞相到房中把丞相帅拿来。这到死人的孙子倒是要紧的。那倒去。孙子最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侬这个我操啥了侬哈？噶好的一部嫂子把侬插得来，把马分碎了。侬不去啊？侬不去算账？我会得叫媳妇姑娘一个人回去哦。侬不去，媳妇姑娘，我一个人回去好噻啊！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啊！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姑娘啊，那娘只有侬那个宝贝阿囡，跟侬不回去，可伊要不放心的。好，阿婆做主，侬回去，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噻啊！谁滚！哎呦，这个屋里有侬当家在了啊！轮不着侬做主，侬叫媳妇姑娘不要回去啊！跟我偏偏叫伊回去。媳妇姑娘不要紧哦，阿婆做主，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噻，不要紧的。好呀，妻子，这些人为好气，好气！我知道他是平天若的名门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奸臣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皇位尚书少家家，皇门清德有名声，武林神穷志不断，这几次大荣真能神我啥与他去争吵，这就是谁呀？锁门平安。老子当先禀告爹娘下。上了爹娘心
将士武器为书房。从此修论夫妻情。这副度娘是有才有貌，有道有理。进门的辰光是十里红妆，就是连俺老爷的官运也来在了。先生，俺亲家公金口一开，俺个老爷上京做官去在。哎呦，老大不想想是多少个开心了。
过去的，好像是我新媳妇房里的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来，参见老夫人。上对。丞相啊，哎，老夫人倒要问问侬噻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小姐对姑爷好伐？小姐对姑爷嘛，当然好的喽。那么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对小姐那，这个丫头腾腾突突、阴阳怪气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拨弄是非，要是姑爷对小姐嘛，可是不上好呢。什么人好？跟哪个啦？自从生婚以来，姑爷他我没有尝过6年。哦哟，听丞相来东讲，伊拉小夫妻两家头还没同过房吗？阿玲啊，侬真正了昏头在啦！丞相，哎，等我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我是不管去的了。侬为啥不去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去请他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到书房去请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这伊还要打侬啊？这个是要出啥？这变得介凶啊！好个，让我自家去叫伊。阿玲，儿拜见母亲。阿玲啊，侬辣辣书房里向做啥啦？儿在书房没读书啊。阿玲啊，搿么日里读书，夜里读啥个书啦？去，到新房间去。不去。为啥不去啊？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读昏侬个头！母亲去，到新房间去。不去。侬是真的不去，还是假的不去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哎呦，搿倒是真的不去嘛！丞相啊，等我带伊拖得去啊！不。哦哟，辣辣娘个面前话搿样子凶啊！好个，今朝看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啊，老夫人开口，侬动手，等我带伊拖得去啊！母亲是不得的。母亲。小姐，老夫人与姑爷上门来了。哎呀，媳妇娘，媳妇拜见婆婆。媳妇娘上嘴。晚上。哎呀，阿玲啊，侬看媳妇娘多少个懂道理了，那快上去接过礼。媳妇娘啊，阿玲是个死到头不懂道理的哦，有啥个事情困在阿婆的面子上向，不要动气啊！辰光不早了，阿婆要下去困觉去了。媳妇送婆婆。发生，坐等啊，坐等。那做啥？儿送母亲。哎呦，不要侬送，侬叫我坐等。母亲，这个是要出啥？这都比我跑了还快了。哎，待我关这个门。哎，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让松啊！这个小畜生倒是提醒我在了啊！伊叫我不要上锁啊，我偏偏答应锁动。今朝小夫妻两家头一定会得和睦同在，老太婆要下去困觉去了。
外，离王两家断金川。是今日弟弟到京城去，无人阻止我。用业先生才，穷心先生做天国，好用妙啊！我看他路边好子龙溪水，早日子不等等，不管是财毛上的是张上，我将修行配婚姻。他把声音挂起来。王爷兄，现在今年几岁了？我儿18岁。哦，不知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。小弟有一言难以启齿。你我私欲相交，不妨这夜相告。小弟年已半把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许日，欲配于琳琅为妻，不知年兄意下是何？向我家道请我，岂管高攀呐！年兄谦虚了，是故家女则家婿，琳琅平越见越，甚家婿，年兄不必配巧。既蒙年兄弟，小弟管不聪明，至于聘金吗？聘金哦，就以此列为聘，外婿美真。你我一言为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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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儿啦，快来拜见岳父他人。岳父在上，少许拜见。也许怕了，故地哦，侄儿，快来见过美婿。是见过美婿俊兄。哦，故地小着家有要事告知了。侄儿既有要事，那你就快回去吧。是。宋俊兄，王英兄，
你我几位亲家，你给改变称呼谁是啊？改成亲家了。亲翁，亲家，亲翁，亲家。哎呀，夫人呐！哎呀，夫人呐！李念兄已向他的千金小姐许配我儿，你要改变成夫了啊！哎呀，可是要给这个亲家公、亲家母嘞。阿玲啊，那快去拜过岳母。岳母在上，小婿拜见罢了。亲家，儿当拜的酒宴，亲家请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东郊青来生梅布，我定要看上他夫妻方孝恩。乱婚女家先靠我出夫妻我亦能做。哎呀，顾公子在上，老身有礼。沈老婆，呀，沈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有一表妹名叫李秀英，我早就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故地竟叫她许王月之子王月令。请你再来想个办法，我定要把表妹得了回来。哎呀，顾公子啊，想那里夫千金，接着就要出家，老身我还是不让你，这桩事啊，有些为难哦。这种事，难道你沈大伯还没有办法吗？哎呀，办法嘛，倒是有个。自生之后，怀孕重伤。哎呀，顾公子来。恭喜老夫人！
什么？原来是奉苏信，郭文玉表兄亲测，想郭文玉那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一次鸟钟。本于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间生以后，由于中秋一别生情上为心头，只盼与老千妹恩爱共结把手。哪料是非是元年命令配乱罪，我在家当王家岂肯得心放去？若做一次两报秀婴儿，但是因今夜难得三方所为，自己莫有为能举身，李子秀英连征八百，连成。爸爸，昨年这分明是有一三心。哎呀，这雨里。有请是，有请小姐。小姐，夫人看见我许多言，夫人在上丞相看来了，小姐你。秀英，母亲，我还。
下。儿啊，为娘心中写得明白，要你们夫妻同来，为何不见言许？夫人，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未闻去了，怪他没有来。未闻去了。啊，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对为问安告辞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来坐下，坐下。儿啊，一月不见，你谁度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今日你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已配好酒宴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丫鬟，宽酒上来，宽酒上来。同饮几杯，多谢夫人。秀英儿啊，今日我儿回家来，家常小心花开。母女相见心欢喜，孩儿来饮酒。他为我连带随用双泪，孩儿快饮酒啊！亲，你来我饮不下。哎，想你在家之时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日连一杯都不饮？母亲，你来我不想饮酒。不想饮酒，莫非是王家门的不相称，将我儿婚姻来错配？母亲啊，女儿不是冷听，娘请你休要多疑猜。莫非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我儿藏许多人来，婆婆待人恨我传，她待女儿似同亲生一般。莫非是为娘陪家长年少，我儿脸上扫光彩。母亲啊，女儿嫁妆满忙间408载记在眉。
没有来看你，从今儿我3050为娘亲自团圆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，不必。孩儿来，迎接。难道是你夫妻手伤恩爱？母亲，我与官人是隐隐相随，不分开。老夫人陪身不好，夫人，老夫人陪身十分好。那么我愿意，我愿看什么一壶既然是此，那小姐的脸容为何是此小生呢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的缘故。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。母亲，孩儿啊，今日你回到家来，虽在为娘身边多是几人，一切由为娘亲自照料，你也该好好养息身子。是孩儿啊，今晚就与为娘同谈，我要与你谈谈家长你。母亲，好啊，启禀父神，故爷有书信一封，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啊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也许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查书观看。为了后事母亲，官人来信非别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死亡官人多说要我作伴，故而叫女儿吗？谁叫委屈？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，
待为娘收束一封，叫延续前来同时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谁只有你婆家，没有我娘家了么？娘。人才家我等，我父亲同作伴，送堂弟助我称他的心。谁叫委屈的逃离？娘，你啊，为娘只留你是一家，明着我一早送儿转家门。母亲。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说一小命？怎么？为娘我留你一小都累不是了？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之口父亲手。什么？为娘我留你一小，只要害你父亲手。此次下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倘若为娘今日拼死在场上，难道你我要委屈不成吗？母亲，娘啊！
要委屈，我要委屈。小姐，我们不要委屈了。丞相，当家，小姐。你要委屈，你就委屈吧。母亲，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当初不养，你委屈吧。母亲，这都是